也伫咧高雄燕巢，是有民众半暝无聊去到某一间的大学门口，就是讲这路口翕相是咧掠超速的，就用走的对头前甲走过去看卖，结果佫真正有翕到。这警方是表示讲，迄台唔来掠超速，无论是人甲车，冲红灯共款的掠，依法上班爱罚500。少年仔趁半暝马路无人向路口冲去，过停止线了后，违规翕相机闪光翕相。事发伫高雄燕巢深中路段的路口，民众当作路口装的是测速翕相，就想要用走的测看卖，行为互附近大学的学生摇头。太危险了，毕竟它是在大马路嘛，然后晚上可能很多这附近都是学生啊，可能会超速啊，经常做这些。举动啊，他只是为了想要蹭流量。民众行为已经违法，但有学生表示，家己行伫路口附近的时阵，嘛捌互翕相。之前就是我吃饭的时候走过去，然后他就拍了一下。好一条顶管装感应雷达，警方表示，路口装的是测速兼冲红灯翕相，会闪光翕相是因为迄当时路口是红灯，民众冲过停止线的行为，红认定是冲红灯。警方将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。并分别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第1款及第4款自单举发，共计处新台币1000元罚款。显然，不管是伫马路顶管耍，还是冲红灯，拢违反道交条例，各罚500块。民众半暝无聊，想要用违规翕相测走的速度，等到互翕到冲红灯的证据，这声真正是损失大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